今晚12號9點半，翡翠台就會播出第2集嘅家傳之寶，由師弟譚俊彥接棒。佢就會走進咧裁縫世界啊，親身體驗下爸爸狄龍當年學藝嘅點滴。今年咧79歲嘅狄龍為咗支持阿仔啦，相隔7年啊，再一次亮相 TVB 嘅綜藝節目啊，唔單止同譚俊彥玩呢一個父子傳承度測試啦，更加擔任幕後嘅軍師，對阿仔嘅學習過程咧，俾下分啦，俾下意見啦。狄龍上一次現身 TVB 節目咧係2019年嘅《爸爸的告白》啊，當時咧亦都有2個仔同框嘅，哇！我好記得咧嗰個節目分享咗就話，譚俊彥細個嘅時候，俾阿狄龍困咗喺個狗籠裏面啊！哇，狄龍真係個嚴父嚟㗎，仲喺度幾好笑就話咧，譚俊彥話翻到屋企即係攤喺梳化啦，咁但係見到爸爸咧，坐到直一直咧，對於佢嚟講已經係 relax 㗎喎。睇翻官方嘅預告裏面啦，見到譚俊彥咧就係由度身啦、記低啲尺寸啦、畫紙樣啊，到真係去縫製啊、試穿咧，全程都係親力親為嘅。咁啊聽講話咧，佢喺度身嘅時候咧，經常都出現啲小錯誤嘅，連畫弧線咧都考起佢啊。所以咧裁縫嘅工藝真係一啲都唔簡單嘅。咁但係令到大家好驚歎嘅係咧，狄龍雖然差唔多成半世紀啦，冇再攞把鉸剪嘅啦，咁但係仍然對所有嘅步驟咧係一清二楚嘅。徒手畫直線咧，完全係冇難度啊！可以見到咧，當年去學藝時候嘅底子咧係打得有幾好啊！雖然咧阿仔嘅水準咧離專業嚟講嘅話咧，仲有一段距離嘅。咁但係狄龍就話阿仔喺佢心目中咧就已經超越滿分嘅啦。若果有10分嘅話咧，佢會俾佢10分多啲啲啦，因為錫佢啊嘛。仲話見到阿仔重操佢自己故業啦，就勾起咗好多咧以前難忘嘅回憶。節目裏面咧，我哋見到狄龍後生時候做裁縫嘅靚仔樣。原來狄龍喺投考邵氏訓練班之前咧，曾經咧係師承上海師傅嘅，喺美麗華啦半島酒店提供洋服訂製服務嘅。專係做女裝嘅。譚俊彥就透露啦，爸爸做裁縫時候咧，即係唯一嘅印象啊，就係嚟自一張咧好珍貴嘅相。咁啊見到個哇好靚仔啦，好後生嘅爸爸啦，攞住條裙啊，佢嘅表情咧就係好自豪，話自己設計咗條裙出嚟。為咗答謝爸爸養育之恩啊，譚俊彥喺節目度咧就特別送咗一份禮物俾佢嘅，係啲咩咧？大家如果有睇電視啊，有睇訪問嘅話咧，都知道啦，係一件戲服。邊一套劇咧？唔使講都知啦，包大人啊嘛。